影片正式開始之前，我想請大家先靜一靜心，對照下自己最近嘅生活狀態，睇下有冇出現下面呢幾種令人煩心嘅情況。第一，係咪成日都覺得特別噏？呢一種唔係做完一日粗重功夫之後嗰種雪，而係嗰種瞓幾耐都回唔到氣嘅雪。哪怕夜晚瞓足咗覺，日頭都係總想眼瞓，做少少簡單家務就覺得力不從心，成個人好似俾人抽走晒啲精神咁嘅。第二，記性係咪越嚟越差呢？成日甩甩漏漏，剛行入一間房，突然就唔記得自己入嚟做乜，或者明明話到咗嘴邊，但係點都諗唔起嗰個詞或者嗰個人個名，甚至望住好熟嘅老街坊，腦入邊卻一片空白。第三，手腳會唔會久唔久有嗰種發麻好似針結一樣嘅感覺？有時甚至覺得手指尖木木地，唔多聽使喚。第四，行路嗰陣會唔會覺得腳底輕飄飄咁，就好似踩喺一大溝棉花上面咁，步履浮浮，總覺得唔太安穩，甚至有啲搖搖晃晃，容易跌倒。如果呢幾種情況你中咗兩種或者更多，而且呢種感受非常強烈，咁我強烈建議你一定要耐心地睇完呢條片，因為呢好可能唔係我哋常講嘅人老咗唔中用，亦唔係你最擔心嘅老人痴呆前兆，而係你嘅身體，特別係你嘅大腦同神經系統，正因為缺乏一種至關重要嘅營養素維他命 B12。維他命 B12亦被稱為攰氨素，佢係我哋身體所需嘅所有維他命入邊唯一含有金屬元素嘜嘅。佢係一種水溶性維他命，雖然佢需求量唔大，但作用卻大得驚人。我哋嘅神經系統、血液系統，甚至係遺傳物質 DNA 嘅合成都需要佢。維他命 B12缺乏嘅初期，身體俾出嘅症狀往往係模糊不清嘅，好容易被我哋當成係普通嘅亞健康狀態，或者係覺得最近太苦啦，無法解釋嘅深度疲勞，記性越嚟越差，手腳會久唔久有嗰種發麻，呢個可能就係 B12不足影響到神經元功能嘅早期表現。B12對我哋全身黏膜嘅修復能力至關重要，當佢不足時，口腔會率先抗議。比如你可能會發現嘴唇嘅顏色唔再紅潤，反而有啲蒼白，或者個口特別容易損、生痱滋，反反复复總係好唔返。條ลิ่可能會發炎、紅腫，甚至變得光滑，食嘢食唔出味道。指甲變得無光澤，顏色泛白，甚至上面出現咗一啲唔正常嘅直紋或者斑點，質地亦變得好脆，一掂就裂。呢啲早期信號看似都無傷大雅，但佢哋就好似係汽車表板上偶爾閃爍嘅警示燈。如果你唔理佢，繼續向前揸，咁問題就可能會發展到更嚴重嘅階段。如果早期嘅信號冇被重視， B12嘅缺乏持續加重，最終會對我哋嘅身體造成更深刻甚至不可逆轉嘅損傷。從早期嘅麻木發展成持續性嘅頑固手腳麻木，甚至不受控制嘅顫抖。好多長輩行路搖晃，容易跌倒，就係因為神經受損，影響咗平衡感，記憶力進一步衰退，注意力難以集中。呢一種情況如果持續落去，會加速大腦認知功能嘅退化。嚴重缺乏時，人容易陷入冇啦啦嘅焦慮、抑鬱之中，情緒好似過山車咁，無緣無故咁低落、煩躁，甚至對身邊最親近嘅人發脾氣，仲會導致心血管疾病風險激增，胃腸道功能受損。好多人會有咁樣嘅疑問，我明明每日都正常食飯，雞鴨魚肉都無少食到，點解仲會缺 B12 呢？呢個問題嘅關鍵在於，中老年人面臨嘅往往唔係食唔夠嘅問題，而係吸收唔到嘅難題。維他命 B12 嘅吸收過程喺所有維他命入邊係最特別，亦係最複雜嘅。我哋食落肚嘅肉、蛋、魚入面嘅 B12 就好似係鎖喺一個極其堅固嘅蛋白質寶箱入面，要攞出入面嘅寶貝，我哋需要兩條天造地設嘅鎖匙。第一條鎖匙胃酸啦，佢負責好似強酸咁，將呢個堅固嘅寶箱腐蝕、溶解、打開，等 B12 呢個寶貝被釋放出嚟。第二條鎖匙內因子，呢係一種由我哋胃壁細胞分泌嘅特殊蛋白質，佢好似一個專屬嘅生咗眼嘅速遞員，喺胃入邊成千上萬嘅物質之中咧，佢淨係識得 B12，佢嘅任務就係精準咁揸住被釋放出嚟嘅 B12，緊緊結合埋一齊，好似保鏢咁
護送 B12 抵達小腸末端，喺嗰度被身體吸收。然而隨住年齡增長，呢兩條鎖匙都非常容易出問題。年紀大咗，胃酸減少咗，呢個係最主要嘅原因。胃酸減少 ，B12 嘅吸收效率就可能降低50%以上。有啲老年朋友，特別係患有萎縮性胃炎嘅人，分泌內因子呢種蛋白質嘅能力大大下降。除咗年齡因素，長期食素嘅朋友、做過切胃手術嘅朋友，以及長期服用某啲胃藥或者糖尿病常用藥嘅朋友，都屬於高風險人群。講咗咁多危害同原因，最重要嘅部分嚟啦，我哋到底該點樣食先可以保護大腦，預防呢啲問題？等我哋到咗80-90歲，頭腦依舊靈光呢？唔使擔心，方法比你想象中要簡單，只要記住呢3大飲食策略。第一個策略亦係最根本嘅一條，就係要食嗰啲本身就含有大量維他命 B12 嘅食物。維他命 B12 基本上只存在於肉、蛋、奶、魚呢啲動物性食物入邊，平時食嘅蔬菜生果入邊幾乎係冇嘅，所以千祈唔好因為驚三高就一啲聲都唔掂啦。比如豬、呢雞呢，佢嘅 B12 含量非常高，簡直就係濃縮營養素，唔需要日日食，建議1個禮拜食上一次，每次1細嚿就足夠啦。比如雞蛋同奶製品，特別要強調雞蛋嘅 B12 寶庫主要藏喺蛋黃入邊，所以千祈唔好再淨係食蛋白，掉咗個蛋黃啦。每日一隻完整嘅腿蛋或者蒸蛋就係非常好嘅習慣。比如紅肉同魚類，好似瘦牛肉、羊肉或者三文魚、吞拿魚呢啲深海魚，佢哋唔單止富含 B12，仲含有鐵、鋅同 Omega-3 脂肪酸，對身體非常好。策略2係要食一啲能幫助 B12 工作得更好、效果翻倍嘅食物，比如深綠色蔬菜，佢哋富含葉酸，葉酸同 B12 係黃金拍檔，佢哋一齊工作，能更高效咁清理血管入邊嘅垃圾，預防中風同老人痴呆。比如黃豆製品、豆腐、豆漿，佢哋富含卵磷脂，呢個係幫助大腦細胞之間溝通傳遞信息嘅重要材料。比如深海魚，深海魚嘅提供 B12 又提供 DHA。策略3，養好腸道，食落去都要吸收先得㗎。腸道就好似大樹嘅樹根，如果樹根爛咗，施再好嘅肥都冇用。好多長輩缺 B12，根源在於腸道呢個根嘅吸收能力差咗。最簡單嘅方法係多食發酵食品，補充益生菌。首選係無糖嘅原味乳酪，其次好似納豆、低鹽嘅豆豉都係好好嘅來源。養好腸道就等於為 B12 鋪平咗吸收嘅道路。除咗揀啱食物，仲有幾個生活小技巧能進一步提高 B12 嘅吸收率。善用維他命 C 呢個幫手，維他命 C 能幫助 B12 更好地被利用。比如食牛肉嘅時候配點青椒，或者飯後食個奇異果橙。呢個細細嘅搭配能讓吸收率提升唔少。比如飯後1個鐘再飲濃茶同咖啡。好多朋友中意飯後即刻飲茶解膩，但茶葉同咖啡入面嘅單寧酸會好似攔路虎咁捉住 B12，抑制佢嘅吸收。建議將飲茶時間安排喺飯後1個鐘頭以後。比如飯前一杯檸檬水。對於消化能力弱、胃酸不足嘅朋友，可以喺飯前半個鐘飲一細杯暖水，入邊擠幾滴新鮮檸檬汁。講到呢度，關於維他命 B12 嘅知識就分享得差唔多啦。我希望大家能夠記住，我哋今日分享嘅唔單止係點樣食飯，更係如何掌握自己晚年生活品質嘅主動權。一個清晰嘅頭腦，一個有活力嘅身體，先係我哋能自由自在咁享受生活，陪伴家人，探索世界最大嘅本錢。改變飲食習慣需要耐心，你唔需要由聽日開始就做出翻天覆地嘅改變，就由一個最細嘅行動開始。也許係聽日嘅早餐俾自己加一隻完整嘅枱蛋，也許係呢個週末為屋企人做一道鮮美嘅清蒸魚。每一個善待自己嘅小舉動，都係喺度為未來嘅健康存下一筆最寶貴嘅財富。請相信你點樣對待自己嘅身體，身體就一定會用最好嘅狀態嚟回報你。